园有一个卖咸酥鸡的头家，专工到婚林轮陪丰英国小来煮鸡翅，煮这个丸仔，帮囡仔来夹菜，互囡仔食饱饱，过一个快乐的儿童节。 校长大声公布放送，讲中昼顿有好料的通好食，因为好心情的人来到学校煮鸡翅、买林枝条和蚵仔丸，替大家夹菜。我很开心啊，因为吃很多，然后又很饱，而且都很好吃。为桃园来咸酥鸡业者，平常时做真侪好代，这位受到朋友邀请，下晡就来到仑背乡丰英国小煮鸡翅、鸡肉。就是腌制的过程没有这么重口味。 就完全就是用温体的鸡肉。业者为下晡无用到中昼，煞袂感觉真忝，这份善心，互学校感觉真烧脑。嘛希望借这摆机会，互学生了解感恩小学的重要性。对这个囡仔来讲，今年的儿童节真特别，受到社会上的爱心和关怀。相信因食到的唔那是好食的煮鸡，更是满满的人情味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